香港海關除咗肩負護法守關嘅專業使命之外，亦鼓勵同事喺公餘嘅時間投入義工服務，竭盡所能，團結各界，攜手共建關愛社會。建造業議會係一個法定機構，我哋致力團結業界，用建造業嘅自身專長去服務社會，將關愛嘅精神伸延到弱勢社群。房協致力為居民創造幸福感，積極喺社區推動可持續發展，包括將跨代共融元素融入喺唔同業務範疇，建立老中青幼嘅共融社區。入境處咧係好多時同事都係需要輪班工作，但係同事都好熱心。我哋一路咧都係用一個以生命影響生命嗰個嘅形式啦，去招募唔同嘅義工。咁有見地咧就係由我哋公務部門啦、工程顧問公司同埋承建商所組成，一心為社區出嚟，希望咧成為呢個社區嘅朋友，能夠一起建築呢個新嘅地方，同東涌一齊成長。燃點真愛義工隊係為你喝彩陳百強歌迷會成立嘅義工團隊，一直以嚟以藝術傳承、惠澤社群為主要嘅目標同埋使命。我哋相信咧，香港嘅每一位市民都可以成為旅遊大使，咁所以我哋希望可以同我哋嘅市民一齊合作啦，將香港嘅體驗咧可以呈現到俾我哋嘅旅客，為佢哋帶嚟難忘嘅回憶嘅。保協義工隊以生命影響生命，傳承關愛精神，服務社群。我哋會同唔同嘅保險公司合作，希望將呢個文化帶到佢哋嘅團隊裏邊。新家園協會一直係秉持服務新來港人士、少數族裔同埋弱勢社群嘅理念，為佢哋解決生活嘅困難、適應嘅困難。香港律師會作為香港律師嘅法定自我監管專業團體，一直以維護行業最高專業同埋操守水平、服務社群為己任。我哋希望以律師嘅專業知識、時間同埋愛心回饋社會。我哋義工嘅團體身體力行，除咗協助寺院裏面嘅內外活動之外，更面向社會，為社區有需要嘅人士提供唔同嘅身心靈關顧服務同埋活動。